有個朋友仔問我，花與海佢攞地價都15,000幾，佢計埋個建築成本，豈不是佢賣價超過2萬？我咁樣答佢嘅，某啲優質嘅單位一定會超過2萬，但係一般嘅單位應該唔會，甚至1/3嘅單位有機會係長實蝕住都會賣出嚟。香港嘅樓價究竟係由咩去決定嘅？多數認為香港嘅樓價市場呢，就係地價再加建築成本，再加一個發展商想要嘅利潤，就等於樓盤嘅賣價。其實呢樣嘢係一個陷阱，因為呢個係發展商嘅理想生意模式，而唔係一個市場。真正嘅市場就有個買家同埋買家，最主要主導個樓價嘅係一個供需關係，而唔係佢嘅成本。首先我哋先講一層樓嘅由來啦，由政府開始賣地啦，發展商攞錢去攞地、設計、開發，最後賣樓，賣俾嗰啲有需求嘅人。呢個需求講緊係有自住啦，或者係投資嘅需求。以長實就嚟賣嘅花與海作為一個例子，以地段嚟講，啟德嘅校網區有一個南海嘅高貴物業，又近個都會公園，以地段嚟講相當好嘅樓盤嚟嘅。所以長實當年即係喺2021年嘅2月底，個樓價未跌或者個地價未跌之前，佢係用咗102億去呢塊地，地盤面積大概係117000平方尺，計起上嚟地皮嘅尺價係15861蚊。呢口價當年睇當然冇問題啦，因為佢當年諗住攞完之後賣3萬蚊尺㗎嘛。今時今日睇梗係貴到離晒譜啦，因為隔離嗰啲內海嗰啲景，麵包嘅價錢都講緊大概15000尾去到16000。而家睇翻，長實係當年用咗一個麵包嘅價錢去買麵粉，呢樣嘢話俾我哋知市場係好無常嘅，個波幅上落好犀利。咁你又估下花與海長實會開咩價？如果真係以一個好簡單嘅加減數去計呢，即係地價再加個建築成本再加個利潤，賣出嚟梗係超過2萬蚊啦。但係佢賣2萬以上，市場接唔接受呢？係好難接受，因為而家個市場係供需失衡，即係需求少，供應多。香港積存嘅一手貨尾單位超過10萬戶，即係以每年賣1.5萬間嘅數字嚟睇咧，要消耗晒成個潛在供應，需要5-6年嘅時間。當然你唔好唔記得咯，發展商一手之間有競爭之外，佢都同市場上嘅二手業主有競爭嘅關係。如果你一手開得貴，你隔離二手盤就一定會搶你客。例如而家啟德嘅地鐵站附近嘅二手屋苑啦，有啲屋苑係賣緊18000到2萬蚊尺價，又有地鐵站嘅優勢，又有大型商場。如果花與海買超過2萬蚊尺價，我點解要買佢？為咗個海有機會嘅，但係我相信個比例少嘅，而且花與海你要諗下佢關鍵日期係2027年嘅5月。即係將近2年嘅樓花期，嗰啲會買2年樓花嘅人，代表佢哋嘅自住需求唔係好大，或者可以叫做唔迫切。變相嚟講，願意買嘅人大多數都係投資者。投資者最主要2類嘅，一種就係收租佬，最追求嘅就係 cash flow， 即係個租回報；另一種就係炒樓客，低賣入嚟，高價咁樣賣翻出去，賺少少價格嘅差幅。如果長實真係要吸引呢2類嘅投資者，佢喺價格上冇一定嘅折讓，造成一個好大嘅吸引力，咁好少投資者會願意落搭去買呢個樓盤咯。當然好多人都會講，一啲好嘅地段發展商係好識售嘅，唔到一個靚價，佢哋基本上唔賣盤嘅。係市場上的確有呢類型嘅發展商，佢哋有足夠嘅營運資金，佢哋嘅持貨能力又好強，持有嘅地段樓盤品質又非常之高，基本上唔憂賣，只不過而家係賣唔起價，所以佢哋會選擇唔喺呢個市度賣咯。結果就導致我哋有時會發現，即使喺一個大跌市，某啲地段嘅樓都冇乜減到，或者佢就算有減，都係由原先嘅天價減到去而家貼合翻個市價。總括而言，現時發展商想要賣樓，第一兩批蝕住賣，基本上係一個市場嘅常態嚟嘅。又有冇人好奇點解發展商寧願蝕住賣都要賣呢？可以留言講低你嘅諗法，我哋下期再講。拜。